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伫彩水人生这单元内底呢，特别来到咱台南这个归仁这个所在，要来访问真耶稣教会归仁教会陈阿主姊妹阿主姐伊要来分享伊的这个信仰的过程甲伊人生的当中要来去追求一个真实的倚靠最后互伊体验着平安。阿主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即阵当时要来甲大家来分享主的恩典，来讲我信主的过程，伫什么情形下受到魔鬼的苦楚安怎挣扎跳出来，会当借着我的恩典来去救较侪人。阿主姐你本身是倒位的人？我台南县的人。台南县的什么所？归仁乡。你是本身就归仁乡遮？细汉伫遮大汉的。我本来爸母有搬去别位，有住过本来所在。即马到现在，我嘛是要住伫台南县遮。咱阿主姐你伫人生的这个过程顶面，咱知影讲，咱一般人拢有当时会有一寡信仰宗教嘛因为咱台湾的这个所在拢是一般传统信仰。阿主姐，你较早的这个信仰状况是安怎我未信主以前我就是一个足够拜的人。我若在拜拜我的金银一定拢要比别人较大只。加上个我爸母嘛拢做后拜，因为我本身受了环境的影响我本身无属于我嘛是非常后拜。像讲你的人生观是安怎？你感觉人生应该安怎过我的人生观一世人就是为着迄个肉体无平安，受到的折磨苦楚非常的大，打击嘛非常的大。因为我就是过去我10几岁迄阵即个骹就是迄个会酸痛，医生讲关节炎，然后我搁伫迄个民权路遐咧绣布，就是绣迄种互新民穿的衫，迄种北凊彩的尿线迄种物件，拢专门新民咧用的物件。我迄阵就是拢伫咧做迄种物件，然后我的后壁伫民权路后壁一间灵险舞蹈社我搁伫遐学芭蕾舞，就是因为我的骹真酸痛，所以到尾医生叫我放弃，叫我袂使跳芭蕾舞，我当才放弃的，对我的打击嘛足大，因为我的兴趣。无继续跳这个芭蕾舞因为差几岁的时间？我迄阵15岁开始学到20岁，迄阵已经在做小老师啊，已经念会当做正的老师，所以迄阵要放弃的时阵呢，已经无法度达位去个。若爬要表演有时拢爱靠着食甲药控制，因为咧酸痛袂止力所以拢迄阵拢靠着药到尾当为着性命，为着这样才当放弃。迄段时间人精神上心灵上嘛是足大的挫折。有一个挫折安尼，感觉嘛是挣扎一段时间。这个病敢有因为讲你无跳芭蕾舞？这个关节炎就好去？无，假使若安尼我今日就无信主的机会啊。算讲你这个病情算一直渐渐恶化了，对吧？因为本来这种病本来就不是绝症啊，这种病本来就会当医的病，是因为咱无够知识，无够了解这个关节炎的情形，所以佮加上迄个家庭。因为爸母甲我本身拢后拜，迷信，所以到尾医生的药拢放弃，开始找求动机，就是因为我妈妈一句话，伊讲伊食到这年纪人咧世间人若病若好就是好，迄就是若好个爆发就是有因果，就是因为我搁后拜，我妈妈也后拜，我妈妈讲安尼尔。我听会入，所以开始两个母仔囝开始就有对医生的药汉药西药都拢放弃就开始当找求动机是安尼安怎找法？咱毋知讲动机这是邪灵，咱就是当做神，所以因为既然去请教动机每一个所讲的话，每一位讲的话
结果吼，逐样拢要挖，啊，所以等下为主安尼，等下愈会相信，相信讲咱人真正有因果哦，啊，咱人真正有前世哦，所以吼，可能我这是真正因果病哦，就是因为吼，你前世人你就是伫咧佛祖的边啊，你是佛祖的玉女，啊吼，你伫遐伫陪伴的，啊，你甲讲破回间，啊，你就是甲讲破一对回间，才会甲你处罚，互你降生落来。啊，降生来到这个凡间吼，用这双脚，得甲伊处罚，互你受这双脚的病痛的折磨。啊，所以因为伊讲到这的时阵，我感觉讲本地就是会信，较会去请教啊。甚至我本人阁无出面，有时我妈妈讲的，甲我家己请教，拢要相像。迄阵打开始咧请教，我人是拢还阁会行哦，啊，拢还阁有四只，还未变形哦。迄阵嘛，还阁无法度入捌出来所，还阁有钱人掠。迄阵说讲，有时就现象就酸痛，啊，有时就好。啊，算讲迄阵去咧请教，原来还阁有加减咧食医生的药啊。啊，然后到尾啊，一直愈愈深啊。医生的药啊，完全放弃。到31岁，大爆炸。真正讲迷信害死人的吼。啊，到31岁迄阵是安那大爆炸，你也知？到请教到落尾31岁，已经病倒了啦，已经伫遐要想要搁爆发啦。啊，要搁爆发迄时阵吼，是拢无找医生啊。啊，迄当无找医生的时阵，就是伫遐像我搁怪。啊，迄阵我就是住伫后夜，啊，迄阵我就是开店嘛。啊，开店我拢透早拢爱6、7点爱去果菜市场。啊，所以迄阵吼爱去买回应我开2乐园的，啊爱买水果啊，啊早摆吼拢5、6点、6、7点都爱较啦。啊，迄当时是你敢结婚啊？迄阵囡仔已经迄个5岁啊。你几岁结婚？25啊，27生。恁头家敢无互你意见？因为迄阵已经分开啊，这个婚姻的错综吼，因为这要讲吼，时间上的关系吼，这吼佮大家生意嘛讲袂完，所以迄阵婚姻。失败时阵嘛，一打结足大，嘛是有一段时间哦，拢出消灭。多好相定的刺激对。啊，迄阵婚姻打结一个吼，人吼，只等下病倒了。算讲心情歹吼，啊，这抵抗力搁较歹。啊，人愈虚，啊，即摆人就咧牙艰苦，啊，这牙艰苦搁去请教，即摆人去红姨啊讲的吼，搁愈食力啦。因为含我还搁会行去请教的吼。伊讲的还阁无遐食啦，啊，这偏了我家己袂去啊，袂去请教啊。即马当时阮妈妈去到处请教，啊，请教吼，伊若较严重的，伊拢按下来；啊，若较无要紧的，拢讲家己有法度的，迄较无要紧，拢甲我讲，啊，拢会用符啊，互我食，啊，药啊嘛蓝符啊。即马就是请教有一位，就是迄个师傅，就甲伊讲，伊讲吼，伊这吼爱禁食。49天，啊，就是为了搁禁食迄49天，人较会当搁病一个愈深。毋过我还未病倒咧，迄阵去咧请教当机，吼，都足侪当机拢有甲我讲啊，啊，阮妈妈讲迄个神吼，我复骨咧，可能复骨的话会听无啦，复骨的是就是讲神要用的人啊，神要掠伊做当机移动，啊，若做复骨的。啊，这我妈妈吼，就拢甲承认这件代志。啊，因迄阵我搁20几岁的时阵，伊就拢成日甲我讲这件代志，我拢会甲我妈妈因讲吼，我吼要出来外口拜道，我是足爱水的人，我穿3寸的，我无可能做当机，做当机爱烫只骹。啊，我讲我拢穿3寸的人哦，我含平底都无咧穿诶。我讲我无可能做当机，我要来拜道，啊，我会认真拜，啊，我会认真发愿，啥物神的工课，还是讲爱吼付出啥物条吼，迄我拢无要紧，我做会到。若要出钱，还是要哪，迄我甘嘛辛苦来趁钱，吼来献油香，啊来做善事，啊，毋过若做当机，我绝对无爱。就是迄时阵，到30岁迄当吼，人搁伫遐想诶，人搁也艰苦啊。啊，迄阵就是阮妈妈搁伫我讲，我爱讲啦，你即时阵吼，人顾爱水啦，若做当机吼，若会好兼长紧吼，一世人免互病痛折磨吼，较重要你咧爱水诶。啊，因我人吼，因为我人搁咧也艰苦啊。我当讲好啦，啊无你去叫红姨啊看日啦，好啦，我准备先做当机啦。为着性命啊，为着无爱个病痛折磨，好啦，我吼啊看要做当机的过程，就爱安怎准备啦。伊即马就派讲，甲我爱先服侍神位，
迄阵当啊开始吼，因为我咧做生意无用，啊人搁咧举无爽快，无法度去买遐不独有诶无诶物件，规个拢家己诶内面啊人吼，真正帮我去买。啊买即马转来就办了服侍，拄啊服侍甲拄啊好跋杯，拄啊到半暝啊2点，2点当啊跋杯，跋杯阮即马阮亲戚替我跋，我家己也跋，啊因迄阵我人还佫会行，啊还佫会规个，结果当啊伊跋20几个杯，啊我家己本身也跋10几个杯，啊即阮亲戚就甲我讲，因为迄阵拢叫我片名，拢叫我秀美啊，吼，拢讲秀美啊，安尼我要转来困啊，啊你若好款款的，大家拢忝嘛，你若好起来休息啦，已经成礼拜啊啦，因为杯吼，下晡迄阵早头啊跋无杯，啊则是迄个杯吼，跋连续跋遮济个杯，拢上杯，我也跋有杯，伊也跋有杯，安尼就讲成礼拜。即马迄暗我阁有法度爬去到楼顶困，啊结果当服侍吼，就是爱逐日吼，伊个红叶交代，你当服侍身为，你就是一个月内，你就是拢爱透早，着爱拜青地，爱敬事青地就对啦。啊，爱透早开拜，愈早愈好，因为你若过下昼过哦，做属阴，安尼啊过下昼过吼，你要敬神明吼，袂使过昼过。啊，所以迄个暗，我人是艰苦，伫遐服侍，我人着咧艰苦也无对。啊，拄啊服侍了，服侍好啊，我家本身拢无拜票，因为我迄阵我一个小妹还袂嫁，因为伊伫迄个美容院做头毛的这上班，伊即马9点就爱去店的啦。啊，即马伊算讲，伊若早时间拢甲我款款的，啊伊要上班，迄个时我拢去果菜市场等啊。啊，因为我昨暗服侍尔，我天光就无法度去果菜市场啊。阮先袂知我咧无爽快，就不忍心甲我叫，结果到伊要上班的时间到啊，就开始甲我叫啊，开始甲我叫的时阵叫袂开来。啊，结果仔我当下讲，啊无你行去甲请假，我人足艰苦，安尼，啊我佫毋知我袂行，因为我倒条我无爬起来，我是感觉头壳安尼人安尼想足爱困啊，讲啊飞安尼想要顶半空中咧飞呢，爱想要飞，啊心头虽然知，啊毋过头壳戆说安尼，到尾阮妹妹就是为了讲这青地吼，爱愈早拜愈好，啊袂使超过12点，结果到尾啊，就是伊要紧看已经时间已经11点外。你要超过12点嘛？啊，超过12点就袂使拜啊。安尼，啊，你搁当服侍尔，你第一个就无拜。安尼，伊煞摆伊当要紧吼，慢慢就起来，慢慢就开楼顶甲我叫，慢慢甲我叫。结果到尾我袂堪得伊甲我吼逼啊吼，袂堪得我甲我叫啦。到尾我同他接着伊讲吼较紧的啦，搁剩几分呢？搁剩几分？啊，已经12点过袂当拜呢，安尼会得失神呢，安尼啊紧的啦，安尼。结果到尾啊吼，我同他迄阵就讲。好啦，我忍耐啦，好，我忍耐啦。伊讲遐，你忍耐，倒来拜拜咧吼，要困较来困啊，我先行请假啊，安尼啊，我等下都咁爬起来。结果阮妹仔看我爬起来，伊毋知我袂行，我嘛毋知我袂行，啊，伊就要做头前要先落盐，啊，听到嘣一声，伊佫翻倒来甲我揽起来，我发觉我袂行，啊，打自迄个开始，我就是会请教，我袂请教，就是到我要来信耶稣吼。我多倒2冬，啊！当互我诶朋友关节讲，啊是咧竞选你做当机，煞服侍了尔，你煞平地你用拖，啊安尼要安怎救世啊？我迄时阵哦，真有够见笑呢。迄阵原来佫还袂觉醒哦，嘛袂讲对即个拜拜代志嘛，佫袂切心哦，嘛是心内哦倒伫啊吼，嘛是拢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咯。啊，即马饭嘛爱用饲诶，啊头起倒伫袂晓食用饲诶，啊若要流身躯要洗身躯吼。就爱演起来，啊一个花咧，嘛袂当用细流，爱叫啊。安尼啊，佫会疼着对伐？会疼啊，啊无叮当啊，安尼啊，啊整啊，当期诶药啊拖咧药硬食，啊符啊硬食，后用怎啊，后药粉啊，后符啊，啊结果规内底会壁糖啊，逐个拢大符啊，啊身躯也拢规符啊，啊结果规内底拢分拍拍。迄阵因为迄阵我要来后壁做生意，迄阵我拄啊伫迄个做小姐，伫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吼，厝主是基督徒，啊因为伊是长老教的，
啊，算讲我迄阵伫伊遐吼足平安。啊，迄阵我要甲租厝，伊就甲我讲吼，我厝租你啊吼，你袂使年节袂使门口袂使拜门口，啊你袂使拜，袂使伫院内底拜，啊你若要拜吼，你去外口拜吼。我讲好啦，啊结果我住伫伊遐吼，结果我住几若冬，我伫伊遐吼脚拢毋捌爆发，若破病拢结果是一个感冒，几工仔就好。结果我拄好伫伊遐搬出来，拄好来后夜。我做生意做无一冬，我伫遐搬出来几个月啊尔，啊搬几个月我就服侍啊，啊服侍就发生安尼啊，啊因我迄厝主吼，我甲做几若冬，想袂到讲我咪相处几冬了后，伊了解我品格，了解我做人，啊我心地，翁仔某拢有够听我，对我足有爱心，啊算讲伊拢时常要带领我去因的中南教聚会，结果阮厝主听着尔，翁仔某啊通啊来我看。去到楼顶看到我规身拢昏拍拍，啊！迄时阵哦，伊真正吼心内伫因兜，迄阵我就会好起来了。伊甲我讲诶，讲你敢知影我含你逆送，阮会送啊？伊讲吼，要甲你带领吼，现在看到你安尼一点仔信心都无，真正吼看你拜甲吼，安则袂。啊，已经遮惨嘛，啊，已经人拢袂惊袂走，啊，你还佫安尼规身安尼，阮拍拍拢毋敢当面甲我讲哦，伊就买我诶信主好起来，我去找我内送，我即摆嘛去信主啊，我即下佫有机会来找你，安尼惊一个，伊讲哈，你这个人要来信主是无可能诶，啊，毋过伊知影讲人无可能，毋过神有可能，啊，神有可能，人就是有时吼信心无够，就是会软弱，就是安尼，因为。伊即摆若变伫因兜要来，两个翁仔某就信心十足。因暗来绝对要甲我讲，要甲我见证，要甲我带领，要甲我开喙。毋过即摆若入去到我诶内底，看到昏拍拍，一点就坐袂调。昏啊，昏啊都流目。挡袂调。一点互昏啊挡袂调。即摆伊伫等因翁讲，伊翁等因某讲。即摆两个伫遐安那呢？伊讲袂出嘴，也讲袂出嘴，两个佫带佫转去甲我就冤家啊！伊讲啊，你家己毋是小啥？啊，你家己毋是无讲？安尼，即马算我伫存诶信心来到我遐信心都无。你也看讲迄撒旦偌厉害。即马阮袂使载阮老爸去东港一位，阮老爸就甲问讲，啊，这会当拖我？伊讲吼，这吼无法度拖到过年。啊，因我迄时阵吼，才31岁尔，啊，讲无法度拖过31岁过年啦，吼。已经做剩无2个月就要过年啊！算阮袂使咧学我听讲，阮老爸听到迄当场现目屎查甫人目屎现妈妈。即马当啊算讲即个代志拢毋敢我知，拢暗起来。结果当啊也紧烦恼，要甲我招转来归因。万一若安怎么？若离世吼，因为亲戚朋友内面人拢伫遮啊，附近啊，话伫市内，话伫遮，都一直要勉强我转来归因。我就无爱，因为迄阵我去想我会好啊，啊因为我拢毋知当去讲甲已经食啦人，啊我就甲因讲，我袂使啦，我即个基础吼，足无简单诶，啊因为我即个因为我伫遐吼生意做了，生意足好啊，我一个拢趁袂少，啊就是因为我拼了尔，拼了互阮小妹，阮小妹头路死掉，都互伊过啊，结果阮小妹花尔吼，啊另外一个小妹时间我就来到镜头影买，结果放完花尔吼，生意一直歹了，啊结果生意歹，因即摆我平时食了佫惊我知。吼，啊，就签了啊，就头啊，就开始签嘛。吼，结果到已经拄啊要晚年啊。迄时阵我当啊吼，无形中当去接了一通电话，就是我较早男朋友啊，向阳，我会惊一因足久无联络，啊，伊毋知影去探听我的电话，啊，伊较来咧讲啊，我过了有幸福无？说你关心安尼，啊，我迄阵人算讲人是要讲话也无力，啊，因为我佫无爱讲，我已经病到已经就要翘伊啊，啊，我当啊讲，我讲我过了真好安尼。吼啊！以后你茫搁甲我交啊！啊，伊当听声怪怪，伊讲你的声开拢无共，含你本来声拢无共。啊，因迄时阵搁食药食济啊，啊声大已经拢风害，啊搁嫌人咧艰苦会无力啊！啊，你是安那呢？你还想要无爽快安尼？我讲无啦安尼。啊，我以后你茫搁敲电话来啊！我只有即通电话尔，我就家己要来归因啊！我讲好啦，我来归因。啊，本来阮兜诶人拢想讲。我活袂过年，我家己本来毋知啊，去高雄就倒半冬啊，啊来遮倒淡半，已经足足倒2冬，拄我31岁会到诶，拄我倒到33岁会到诶，拄我足足倒2冬。迄阵我人拢崩溃啊，我有时精神就较好，我特别对边仔人发作。啊，我有时若人伫已经烦恼了站袂调，我发作我家己毋知，这是我落尾我后来阮姐妹甲我讲，讲人也入来。
我着物件着偏呀。啊，有时甚至会食一个物件，我嘛偏去啊。有时啥物人入来，不管讲着有介意我听，无介意我听，有时我物件拢会乌皮。但无人入来，共牵安尼，当然我情绪更较好，人入来着买，特别我着会困，我会点点困。啊，所以有一寡一部分的代志吼，拢好开心，人甲我讲的吼，我会因头壳内面勉强去啊想嘛想袂开来啦，因为。有伫个人已经吼，人已经茫啊吼，家己做啥家己毋知。我有一工，我倒到已经迄阵我人无信心嘛，因为要爬开自杀，佫爬袂开来啊。啊内底家私拢喺杀啊无半项啊，规内拢空空啊。因为厝内人嘛惊你自杀啊，物件杀了了啊，啊，拄一定要倒困一个人伫啊，伫遐种天花板。到尾啊，人啊若想一个办法啦，利用厝内人无人伫心内，我若用白啊，白到后壁行啊出来啊。按算讲后车吼，结结到死啊，因为我家己嘛无法度去买爱困药啊，买毒药拢无法度啊。准备要爬出了车搞了对。所以爬出来啊，若拢是安尼吼，我拢毋免搁再倒啊安尼。结果伊时阵已经出到大路的时阵，我嘛听到厝内人伫遐伫问迄个声，啊，我拢味咧啊。等下到尾啊，我等下吼，利用逐个无咧找啊，我开始去爬出到大阿妈，已经有到阿妈啦。我爬出迄个所在，就是我后壁行出去，就是学校啊，就是归南国小啊。啊，归南国小算讲伊遐一站吼有迄个路顶，啊有一站无路顶。我无爬去校前，我是伫人的经家厝的门口啊。啊，结果我当倒伫啊，结果当一只车，然后当刹车啊，一只车当踹堆弄堆校的边啊，弄着树啊。啊，即摆迄个阮食当落来错干胶啊，伊即摆当做讲食酒醉，错来到边啊啦，讲啊袂啉就莫啉，啊结果行我的时阵看讲个查某诶。迄阵较33岁呢，33岁红当做讲阿伯啊，你啊看迄偌伤心哦。讲哎哟，这阿伯啊，这可能因兜的人要制作社好，就是较怀疑啊。可能家总甲车来伫遮弄是弄是要趁掉啦，安尼啦，到尾就去敲电话啊，打电话互分局啊，分局管区的就拢来啊。即马分局话毋捌我，阮的管区就捌啊。伊知讲这就住倒一间诶，阮的管区原来有够爱心嘛，因为迄个管区拢是用来甲我看，在调查口看到呢，了后是就对遮就挖入来，所摆因为伊所有遐人的声我听得出生活，我敢若即个管区会到有迄个声，我就知管区也来，遮人本来都爱送去病院，结果管区会来讲，我知住伫倒一间，甲伊送转来大遮安尼。即摆送啦，即摆到尾啊，伊即摆才爱做记录啊，伊即摆局长分局这拢毋知影，毋知这个情形，即摆就会问啊，问管区的，然后这个代志就当啊喊出去啊，喊出去即摆为了阮教的就一个东新迄阵还袂去归因教的东新教的，就一个阿美姊，阿美姊伊就本地伊还袂看到报纸，伊是看到报纸是毋是我毋知，因为伊进前伊就知讲即间厝吼，一个查人病啊足严重。搁一个囡仔足细汉，阿美姊就住伫阮的社区。算讲伊迄时阵，伊就拢来甲阮妈妈讲，讲吼，恁查囝买掉了，你就来信厝。因为迄阵阮妈妈知我做后拜，爱家己也甲我拜。所以阿美姊讲的话，伊拢袂接受。到尾阿美姊袂死心，搁来甲阮妈妈讲，讲到有一遍，阮妈妈讲毋过伊即摆病甲已经脾气出歹啊。因为伊做后拜，我做老母我毋敢讲甲伊去信耶稣，无伊对外人较毋敢使性地，你家去遐讲，伊若准做无介意听伊若无爱信，佮无介意听，伊嘛袂对你使性地，我做老母毋敢讲，你家己去遐讲，安尼阿美姊就讲好，我家己来遐讲。有一暗，当阿美姊当夹一斗米，摕一桶油，当对后壁行来，因早头前铁门拢无咧开啊。伊就是迄时阵勉励咧，是讲你买条路啊你鱼啊食遮济啊啦，虾啊食遮济啊啦。我捌迄个带过汉个店，阮老爸用伊啦，遐包括虾啊食济有药毒啦。你一淡仔莫食，你祈祷。你若祈祷无较好，你要食较搁食，要拜较搁拜。你做条一条路啊，你先体验主耶稣的恩典，经验这个大名医生。你向主耶稣求讲，留你的性命，互你饲囝，因为伊仔足细啊，心是足慈爱的。鱼仔莫食，因为较有效早就有效啊，2冬啊，安尼。结果到尾甲我讲咧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啦。
就是我然后来信主了后，去看一则圣经，感觉讲对我的感受足深，就是感觉讲真正啦吼，那以一个像我这个白的人啦吼，真正啦无尽头啦，伊真正无可能去信耶稣的啦，若无财产拢破产啊，已经啥物拢无啊，一无所有，啥物拢无啊，含命都得要无伊啊。因为我都尊重王爷妈祖、观音菩萨，因为我若无安尼，我袂食10几担的早斋啦。虽然我遮认真咧拜，我金拜着拢遮济，虽然对我一点仔帮助无，嘛是共款一直去拜，一直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就是已经因为迄时阵哦，已经人精神拢歹去啊，拢袂去想着啦，想讲我吼符啊食遮济啊，佮拜啊遮虔诚，药啊食遮济。当去开的药啊，奇怪，药也无效，符也无效，咱袂去想这哦，是拄阿美姐来甲我讲遐话，我等下较醒悟过安尼，去哦，我开始拢袂想讲要换一条路，佮来行看是生啊死，佮还没碰运气碰看嘛咧，我开始拢无去想着安尼，我较早好的时阵哦，我是足排斥耶稣，对，大家拢搭搭念这，结果已经足足念2档啊，结果我拢无啥物。无当无仓，甚至是愈食力，脚愈肿愈大箍。安尼人愈站袂掉，安尼迄种艰苦拢袂晓讲。边仔人规内面人拢无去想着，我家己嘛无去想着。我阿美这遐话叫请一个尔，我讲好，我甲你来信耶稣。毋过我即时阵袂惊袂走，要安怎去教会？我即阵含这都袂济啊。我要信啊，我无法度。毋知要安怎去？伊讲不要紧，伊讲后个月。10月25要报道会，即个月9月，你即阵到后个月吼，你还阁正个月，我会叫教会负责人甲团队来为你祈祷。你若这段时间到后个月报道时间也到，你若会当缀较来济，主要所若互你会当，互你较来济，我甲拜托人使车来甲你载，安尼，你就会当来教会啊。我迄时阵听到伊这话吼。我笑伫心内呢，我倒2档，含要留一个身躯，就搁一个花呢，一个人，爱叫。我即时阵6、7、8斤呢，我来到规人安怎来的路我都毋知，停啊靠外口，我家大的外口门口停啊靠坐安怎我嘛毋知。我即阵有法度去到市内的教会，我毋敢甲应这话啦，我心内是讲吼，你讲的话像你讲梦啊，以前我毋知阿美姐，毋知啥物名。我是想讲哇，你这个人吼，讲话嘛，感觉像咧叫歌，感觉我安尼王爷妈祖安尼，逐身安尼拜遮一身，安尼无一个好爱看。真正来信耶稣，我即阵到后个月的时间，有法度会爬较来坐，有啲叫人使车来甲我载。我安尼想想你面，我讲我根本我嘛毋敢想有迄一日啦，我就笑人心咧，就讲这较有可能的代志咧。结果用人的想法，因为大家拢认为无可能，结果偏偏咧主要所就是吼，你认为无可能，神代表你有可能。所以即马当下伫报道会的前1礼拜，我就会爬较济啊。安那爬较济点来啊？就是我自倒落迄个月到我吼来信耶稣2档接种吼，拄我拢无经期啊，拄我传道，因来祈祷。要走的时阵，佮甲我叮咛，甲我无咧困，爱祈祷，因拄我来祈祷第2届，第2届走了后，我惊人就硬拼，硬拼的时阵，以前我也无想着讲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因来佮来第3届个祈祷的时阵，我就无晓讲这个情形。我迄阵就是脚会消了，我正脚比倒脚筋要较1倍大，就是迄阵就是咩事来说尔，就开始脚，拢无食药啊哦，药啊符啊拢无食啦，阵就是祈祷咩事来说尔吼，用2档，迄阵毋知影脚咧肿，就是含咩事有关系，因拢一直食脚会消炎的，一直讲脚会消炎的，拢无咧食经期的药啊，等下开始等下2档拢无来说，结果咩事来说脚等下消了，消了拢袂疼。小人袂定，就甲会活动。我还佫毋知影这是神的恩典哦，因为我是当作讲原地要来因为我无去想讲若较要来，早毋来吧？对。拄我好人在祈祷第2摆，结果你也是讲，我就要思想讲，这真正吼，神的医比医生的医较正确。结果你看神知讲，我这就是惊人砸掉咧。对。结果就是。开始就正常来，我这脚就拢一直消了啦。点知我因为安尼来，就较看我，等家己祈祷等下过来，到报道会要到啊。我前1礼拜，我等下有一天祈祷，然后爬较济。我老母买菜转来，
就入来看我伫要倒头前啊，就问问，惊一个讲哈啊送来咧，即摆若要当做人来甲我抱起来啦，毋知我家己爬起来，啊我打爬起来，我伊就入来，我并袂喘啦，啊我毋捌家己爬起来，啊规身躯上咧洗，出血金星啦，目睭毋敢开啦，啊即摆当下我老母问一句，我拢爱用忝头摇头，伊讲啊毋敢你家己爬起来，我也忝头啦，啊伊问讲啊敢有人来，我也摇头啦，结果伊即摆知我家己爬起来吼，惊一个啦，阮老母当下菜单踮伫头骹，先跪了，我跪伫我骹尾啊，啊就哭出来啊，耶稣啊，我自今日起吼，我袂阁去拜拜啊啦，自今日起吼，我会来信主啊，啊我今日若知讲你耶稣遮老吼，自即个囝自出世吼，即个歹药是到30几岁，我咳敕过。讲我老早知你耶稣遮老，自细汉你咳，我就抱来你的面前啊。阮老母本来逐个若要来为我祈祷，阮老母拢走去外口顶仔口，拢闪避。闪啊，伊袂晓祈祷。对。啊，因为自细汉拜到老啊吼，伊即摆袂晓祈祷，啊一点伊嘛无想讲要信耶稣。结果业绩师就去遐边咧，吼讲真来要偷帮你做老母，自然会互你的囝吼好较紧诶。啊，可能吼神吼。那为了可怜你老母，嘛会互你的囝好个，你就免遮惨做老母，就免遮吼辛苦。结果阮老母就勉强入来祈祷，啊有伫祈祷无我毋知。啊结果到尾阮老母想要讲，阮老母即摆信仰信心吼，比我搁加倍。迄你若问是我老信者，新的信者毋知，老信者知。佮皇太子你甲动嘛无效，拢去到市内。是，对。我顶到动出去看放吼，啊吼讲了危险，但是有祈祷都。皇太子也出。伊就讲咩啊咧？讲。你今日你的命是耶稣救你哦！我即阵若来到市内聚会吼，袂甲艰苦。我迄阵透早半暝啊，去坐车去北部、中部咧夜排啊。是。因为迄阵要请教有时吼，若远的吼，拢用半暝啊坐马车去啊，附近去要夜排啊，要请教当机啊。对。咱亲爱听众朋友啦吼，你若听到即个代志的时阵，我感觉你会当去思考一下，讲是毋是咱若较早来信耶稣啦，较早认捌耶稣，莫遐铁气。莫遐迷信啊，啊是按着免受迄即糜，啊嘛袂去了遐当机冤枉钱，啊心情嘛较快活。一间楼仔厝拄啊好，互当机，摕较济医生体，互医生体去个钱哦，较少互当机体个呢，当机体较济啊，迄阵咱卖一间厝了。后来恁就明白即个道理啊。系啊，啊后来就做啊亲情啦，啊有朋友啦，啊有迄个我做生意实在人客啦，我来信就对，看到你即个亲戚，我来信。系啊。讲这个行我听到，我只会坐就坐如你坐2冬哦。有一天阮囝哦，阮囝的老师吼做爱心，啊，就甲阮囝讲，甲伊若放学去因兜，要也补习，要也加强做爱心。啊，即摆算迄老师啊，有老师在后甲来甲我讲，因为甲囡仔讲了，囡仔无去，啊，老师来甲我讲，落尾我就要甲伊有答应，要囡仔过。就有一天，我毋知我会行，我毋知做啥物我会行，啊，这就囡仔厝，啊，这拢是了后才会去思想着，因为迄阵就是即摆囡仔去遐补习，啊，即摆转来就换，啊，即摆要甲伊塞轮椅吼，就感觉讲，变一个尔，啊，佮7岁，迄阵3年的9岁8、9岁啊，8、9岁，我7岁开始塞轮椅，塞到8、9岁，我塞轮椅啊，塞2冬，我坐轮椅我坐2冬啊。即马当下阮囝拄啊7岁的时阵，我来信主啊，啊拄啊到囡仔生过3年，即马当下为着囡仔，当下伫遐甲我摇，一直甲我讲妈妈，迄个你奉主耶稣圣名哦，爬起来行啦，妈妈啊，即摆毋爱送，毋敢讲，你听拢毋敢讲，伊毋爱送轮椅啊，拢毋敢讲妈妈，你奉主耶稣圣名爬起来行，妈妈，你以前吼，你拢倒直直啊，因为迄阵有印象啊，因为7岁囡仔了，捌啊毋捌啊。妈妈，你本来吼拢倒安尼啊，啊拢无爬起来坐啊，啊妈妈你看主耶稣即摆互你会坐啊，我相信主耶稣吼有可能会互你会行啊。妈妈你爬起来好啦，我就甲讲好，你嘛甲妈妈塞啦，妈妈会啦，就多甲摇，伊甲摇你安尼啦，啊塞啊帮塞，啊摇，讲好啦，啊即摆我就甲讲，总之你嘛甲妈妈安尼会，啊顶啊妈妈坐无好去认了吼，拄我去袂坐吼，就去无法度趁钱饲你，安尼啦，妈妈已经倒2冬，啊去坐轮椅坐2冬4冬，拢无落着涂骹，妈妈无可能会行啦，因为妈妈毋敢爬起来啦，啊所以你
忙去担遮伊甲妈妈免叫，妈妈毋敢徛起来，毋敢徛，因为妈妈4当毋捌得着涂骹，安尼好爱就袂死心哦。囡仔换到伊讲，好啦，妈妈我来拜托啦，妈妈我较高兴呢，妈妈来拜托，妈妈袂啦，你袂跋倒啦，我袂互你跋倒啦，妈妈。迄个，你若要跋倒，我会甲你揽足暗啦。你囡仔讲话足天真，咱嘛无一定会听，因为你这囡仔揽我后证要跋倒，你揽我有法的。即马就是，迄个囡仔袂死心哦。我若去多一直甲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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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到尾我就要受气哦。即马会就到尾就看我想要受气的面，就无3工啊乱打就拄仔讲。我看表情，我煞迄心内艰苦，像迄个囝爱我行，我毋敢爬较来行，伊拄爱我行，安尼啊。我甲讲，好啦，无总之妈妈一手画壁。你妈妈若骗的时阵要紧妈妈塞几个轮椅互妈妈骗的轮椅，人骗对涂骹落，我一手画壁，妈妈一手画你，安尼即马就运啊爬，假皮啊。感谢主啦。即马我即马听安尼囡仔足欢喜啦，讲哈利路亚。主啊嫂啊，好，囡仔就一直呼唤，一直呼向啊。主啊嫂啊，互阮妈妈会行啦，互阮妈妈会行啦。我妈妈来行，我就毋免塞轮椅啊啦。安尼，我等下一直都真地心啊，生啊爱情。我等下讲，总之你就是毋爱塞妈妈，你较爱妈妈会行哦。原来你即马讲出你的心内话啊，歹势。囡仔足天真啊，囡仔伊会想啥，伊就会讲啥啊，实足奇妙咧。等下爬开来尔等下安尼吸的，等下伫内底行出到外口，一手画壁，一手画影。等下过来，等下迄阵一个兄弟还佫伫诶，迄阵大俊伯还佫伫诶。即摆大俊伯无伫啊，迄阵大伯伯啊，听来讲我下了会爬会行。等下去食2支乖啊，食拄啦，2支乖拄也无几日啦。就放乖就免吐乖啊，就溜浪啊。结果安尼2当多拢无食着药啊，拄含药啊再见。结果即几当来，结果有时伫感冒，食感冒药啊，就那人因拢就无平安的时阵啊吼，即个骹药啊拄啊开始来信主到即马拄啊头尾拄20当，即去10当来拄啊含骹药啊再见。无本来就13、14月拄食药啊食到33月来信主。讲到这咱阿祖姐你还佫有最后要甲咱先来听众朋友讲啥无？最后我要来感谢我初信主的时阵一部分安尼对我所关心甲照顾过的老信者，即个叶执事、赵太太、李免姐、岳下姐，佫老进士兄弟、阿二哥，我即阵所讲无对的遮，我嘛是非常的感谢。尤其就是我现在所讲的，这就是含我拢有甲时常伫亲近，对我精神上的勉励，较关心、甲照顾。尤其即个老进士兄弟甲我拄抱起抱落，拄抱2当，拄拢赛车来找我去聚会。我伫遮希望神纪念伊的辛苦，祝福伊，祝福这所看顾我、关心我的人，互因一切拢真平安、真顺利。我要感谢不只是我所讲的这名，尤其这同心都有的老信者，平均每一个拢有关心过我。所以阮某仔囝有今日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同心教会的老信者。第一爱感谢人，第二就是爱感谢这老信者，伊对我的牧养、辛苦、甲关心、甲苦心，我永远拢会记在心内。最后我要搁感谢我2个上亲的人，就是我的老母，因为我的妈妈拄就我病倒，拄甲我甜粿到我好开会行，佮到我做生理，无一时离开我的身边，拢都是伫边仔伫关心我。我感谢神，互我小叔我有一个遮尔好的妈妈。一点我嘛要感谢我的后生，因为讲来嘛是真可怜，为使我的病痛病倒。我的囝嘛食袂少苦，虽然伊足细5岁，毋捌，毋过到7岁的时阵来信主会坐轮椅的时阵，伊拄自7岁甲我塞轮椅塞到9岁。感谢主安尼，而且要搁希望神为着我的囝伫台北，互伊会当安尼一切看过一切拢平安。我无求神讲互伊趁大钱，也是讲有地位，我敢若希望讲神会当小使伊有好的信仰。会当
以后正做教会一支条啊，来报答神的恩典，这就是我的最大的迄个愿望。我即阵最后要即个空中的听众朋友，为主啊所做见证，目的我就是为着我互魔鬼折磨33冬，我甲找着主耶稣。我希望空中的朋友，恁逐个若是现在若听到我的见证，有和我同款的命运的人，我希望你会当赶紧跳出来，会当来认捌主耶稣，莫讲互魔鬼甲恁苦楚咯。假使讲恁今日恁若是拢足平安，恁拢无亏欠，无像我即种的患难，互魔鬼苦楚遮忝的人，我嘛希望你会当为着永生，来到主的面前，莫亲像我安尼受着灾难啊，较来认捌神，安尼是比我较有福气的。咱希望大家接着我的教训，来会当请我来归向真神，来认捌主耶稣，来得到永生的福气。所以咱现在听众朋友吼，咱听到这个阿祖姐啊，伊足辛苦啊，甲咱呼吁，甲咱做见证，甲咱分享。讲起来，阿祖姐啊，伊即马生理真好呢，人讲时机真歹吼，伊说生理真好安尼吼，所以伫百忙当中吼来接受喜讯的这个采访，伫空中甲咱来分享这样美好啊，主耶稣基督这样好的这个救恩的恩典吼，真正是对今生吼一直到永远。今日咱相信耶稣，毋是甲病得到医治尔，咱将来迄个灵魂的救恩，耶稣基督吼要去救咱，进到一个更较美好的这个地步。所以阿祖姐啊吼，甲这个伊的妈妈甲囡仔，即马信耶稣拢真喜乐。咱请听众朋友，阮真耶稣教会伫各所在拢有教会，阮真希望吼，你会当亲像阿祖姐共勇敢吼，放落一切，安尼毋对这个信仰呢，赶紧来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吼，来查考，去祈祷，去体验。我相信呢。阿祖姐的神也要成做你的神，阿祖姐的救主呢也要成做你的救主。就要邀请咱前来听众朋友吼，伫空中甲喜信的做来向天顶真神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阮伫天顶永在天父，万人拢尊你名做圣。阮也要感谢来学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海甲众水泉源的神，也是创造阮人类阿爸爸神。阮的同胞生活伫一般传统民间的信仰当中，其实因也拢有敬拜神的心。伫传统的信仰生活当中，民间的信仰敬拜对象，有当时阮的同胞被一代一代所流传来，在长辈时代错误的引导，意思甲讲旧礼不灭，新礼不息。其实阮人拢是要追求人生、肉体甲神的瓦靠啦。阮一般人就伫这种情形甲观念当中，伫重视着心灵虔诚的敬拜。其实呢，阮有当时阮的乡亲根本毋知影讲家己到底是咧拜啥物，到底拜对象有效无效，是毋是当彻底解决着阮心灵的困难，是毋是真正会当着安慰着阮的心灵，医治着阮的疾病，来救赎着阮的灵魂。阮亲爱乡亲毋知影讲坐去查考着真理，来思想所敬拜神是毋是真神，是不是真正当保护阮的？其实，阮应当来敬拜，来回转归向着全能的真神，来学罗你，来敬拜你是全能的造物主，就是创造天地海甲众水泉源的神，也是造阮人类的阿爸爸啦。你也是爱阮人类，为了阮人类的罪死伫十字架顶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我靠你才有真正实在，我靠平安喜乐甲盼望啦。今日阮亲自听到阿祖姐勇敢见证的分享，互阮知影讲有真侪乡亲时代，伫这个人生患难遭遇当中呢，因为着迷信一般种民间传统的信仰，伫咧瓦靠的当中，真铁起真硬心，无要来相信查考，主耶稣基督，你是阮全人类的造物主，也是阮全人类的救赎主，你的救恩确实真正会当救阮的。但是因为有当时袂当来回转，因为将固执的心，这是极其可惜的。不过阮今日听到阿祖姐伊险伫这个长时间治病倒伫面床顶，有可能得要死的时阵，会当听到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来传到伊。伫绝望当中，伊才会当谦卑放任大我，来谦卑接受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互伊的人生会当对乌白人生，就是无希望当中来变正做彩色人生。求主耶稣基督，你继续带领阮亲爱乡亲，会当把机会，亲阿祖姐
来真耶稣教会，来领受你丰盛的救恩，来当得到主耶稣基督，你会听像你听阿主这样同款。我也愿意将一切尊贵能力救恩荣耀拢归于主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好，今日真欢喜邀请到阿主这啊，你时间的关系吼，到这特别来结束啊，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感谢主。